今日嚟到 Novoland 同大家睇下呢個687尺3房一個套房嘅單位，我係阿倫。呢個客廳呢，採光度好好之餘呢，佢仲係半開放式廚房設計嘅。留意下呢，佢係冇路軌嘅，方便清理啦，又唔會棘親小朋友啦。咁而且呢，佢嘅磚呢係好大塊嘅，防潮防霉，一抹就乾淨，容易清潔。望出去個景觀都好開揚嘅。咁嚟到廚房啦 ，L 型設計，而且收納空間呢係好充裕嘅，採光度亦都好好啦，又可以雙爐頭，一邊煲湯一邊爆炒，拉埋個門呢，一滴油煙呢都唔會出到去客廳。咁你同朋友傾偈啊，屋企人嘅時候傾偈嘅，打翻開，又唔會影響你嘅社交，大家有互動。而且咧，配備埋呢個蒸焗爐嘅。5星級酒店設計嘅浴室，嵌入式補光燈，剃鬚化妝，零死角，收納空間好多㗎。乾濕分離，沖完涼唔會踩到浴室濕滴滴。呢部機幾分鐘就抽到個浴室非常之乾爽，唔會發霉有異味。主人房裏邊浴室同樣係5星級酒店設計，有埋浴室寶。呢個位可以擺個衣櫃。獨享專屬露台，望到咁翠綠嘅山景，飲下咖啡，享受下人生。而且係雙層玻璃，隔熱非常之好。香港人工作時間長，好注重睡眠質素。呢個單位夠晒寧靜啦。夏天非常之熱，普通單位冇隔熱嘅話，開咗冷氣都唔涼。呢個單位隔熱咁好，冷氣費都慳返唔少啊！另外呢兩間房同樣係雙層中空玻璃，間隔非常之四正實用。呢個會所餐廳呢，裝修風格為現代輕車融合有機現代設計。整體以簡約為基底，兼具溫潤質感同高級格調。呢個會所呢，採用咗自然有機現代輕車風，以弧線木條為核心造型語言，融合大量綠植造景同埋暖色材質，打造出兼顧私密感、鬆弛感同埋低調高級感嘅高端休閒空間。至於第3期會所呢，係採用現代輕車風格，以溫潤木質、天然石材為基底，配合金屬飾件，透過層次化燈光與藝術軟裝，營造出低調精緻、兼具格調與舒適度嘅商業休閒氣氛。啱啱大家睇到呢，其實只係 Novoland 會所嘅一部分。佢最把炮嘅地方呢，總共係有40萬尺嘅戶外空間同埋會所設施喎。室內恆溫泳池、水上樂園、24小時健身室、藝術長廊同埋寵物公園都有。今次真係可以享受到北歐式嘅生活。除咗會所夠大呢，生活配套呢都非常足嘅喎。自帶大約5萬尺嘅商場、一田超市、麥當勞、日本城、萬寧、日式餐廳應有盡有。想週末飲下咖啡，放咗工食宵夜，都唔使出呢個屋苑㗎。交通方便，樓下就有巴士去到兆康西鐵站，仲有好多條線直達九龍同埋港島區，去大灣區同埋機場都好方便㗎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
即刻 WhatsApp 我啦，我係阿倫，我哋下集見。